台南的旺来正值盛产期，市府为了帮助农民行销，携手百货业者共同办理台南旺来嘉年华，4月16到18，一连3天，在台南大碗坝举办农产特卖。台南市还生产的呢，有台农19号、17号到18号呢，拢是咱所有的这个旺来内底呢上好的品种，对不？所以要吃旺来，就爱安那清明的时站来食，因为这个清明的这个时站啦，咱关庙的旺来、山上的旺来都开始大出，啊，要吃好的旺来，都爱来倒吃。恁大家拢知吼，这内行啊。配合这次嘉年华的活动，台南大碗坝嘛推出使用 Happy Go 卡，消费满500就当凭发票送一粒旺来。台南百为了配合这个活动呢，我们为期3天，每一天我们都有提供了100颗的凤梨啊，只要在馆内消费满500元，叫我们的 Happy Go 卡啊，就可以来免费兑换1颗啊。所以说希望这在座的各位好朋友，等一下可以多多消费。农业局表示，市府已经办理过15场旺来推广行销的活动，透过各种宣传，让民众了解台南旺来好品质。民众若是想要采购台南旺来小町农民，买当到农业局网站查询旺来采购的资讯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